晚晚失眠瞓唔到，你係咪經常難以入睡，瞓得唔冧，甚至成日半夜扎醒，搞到個人好煩躁？要真正解決失眠，最緊要係打破惡性循環。其實失眠令腦入邊毒素積聚，毒素多咗就會影響大腦功能，搞到失眠越嚟越嚴重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而家養腦力正進行限時85折優惠，係時候俾自己同屋企人多啲關心同保養。日本製養腦力革命性嘅助眠護腦配方，嚴選3大天然草本成分，結合日本漢方智慧同尖端科學，從3大方面幫你由內到外同步提升睡眠質素同腦健康。第一，清除大腦毒素，減輕大腦負擔，令到神經系統放鬆，更易入睡。第二，促進神經修復，瞓醒思路更清晰，精神更飽滿。第三，平衡腦內環境，穩定情緒同壓力，瞓覺更穩定，減少半夜扎醒。眾多用家一致認同，食咗之後更易入睡，第2日醒咗更精神。4大研究實證有效提升大腦排毒力，助眠護腦雙重功效。30幾年專業信譽見證，全程日本原廠生產，嚴格品質監控。限時優惠倒數中，輸入優惠碼 SEL25 即享85折，買4盒或者以上低至61折，仲送你限量環保袋一個。支持貨到付款，夠晒方便。養腦力，打造優質睡眠新體驗。經官網購買，保證日本原裝正貨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